嗱，如果有個頭枕可以好穩陣咁承托住你個頭，又好似有個專業按摩師跟住你，隨時隨地幫你 massage 輕鬆一下，聽落係咪好吸引呢？嗱，咁啱 Kusa 咧最近就推出咗呢一款 iRelax NM900 頸部按摩旅行枕，就有晒以上功能啦，一機可以滿足2個願望。咁到底呢部機好唔好用，按摩力度又夠唔夠呢？今集就同大家一齊實測一下啦。Kusa iRelax NM900 頸部按摩旅行枕，佢配備咗4個加大直膠按摩頭，同市面上硬邦邦嘅塑膠頭好唔同。佢係模擬緊真人嘅手感，針對頸部精準嘅按壓，有效舒緩疲勞。佢仲提供2段力度嘅調節，有 high 同 low， 無論你想溫柔放鬆定係深層碾壓都冇問題。而且仲有2段嘅加熱，分別有51同埋58度，熱敷感包圍整個頸位，對舒緩疲勞僵硬的確唔錯。佢用最 common 嘅 Type C 充電，內置咗2000 mAh 嘅大容量電池，充滿電可以連續用2個半鐘，足夠你短途嘅 air travel 啦。NM900 有3個地方最令到有驚喜嘅，直膠質地按摩頭啦，柔軟有彈性，提供到親膚嘅質感，用起嚟完全唔會有生硬或者刺痛嘅感覺，真正可以達到溫和唔刺激，而且佢嘅加熱速度非常之快，開着冇幾耐即刻會 feel 到暖感。對於女士們或者冬天出差嘅人嚟講，簡直就係救星啊！值得一提，佢喺頭枕嘅尾位加入咗拉伸繩嘅設計，透過2條拉繩你就可以自由調節鬆緊，令到頭枕完美貼合你頸部嘅曲線，提升緊緻嘅按摩力度，效果自然更加理想啦。我都用咗一段時間，最中意就係佢嘅語音廣播功能，操作嘅時候會話俾你聽而家用緊咩模式，就算屋企嘅老人家用起嚟嘅時候都冇任何難度。另外15分鐘嘅自動定時功能非常貼心，就算瞓着咗都唔怕有按壓過籠產生唔舒服嘅感覺。我自己認為啦，最適合就係商務出差或者去旅行搭飛機搭高鐵可以托翻住條頸。另外日常翻工 lunch time 喺位小休瞌下充電，又或者喺屋企瞓覺之前一邊睇下手機一邊用 NM900 按摩放鬆一下就啱晒啦。如果你經常要搭飛機出差，又係低頭族，成日玩手機，令到條頸長期繃緊，咁呢款就值得你入手啦。佢結集咗幾棉嘅舒適承托，又有專業級嘅按摩技術，比一般充氣嘅頭枕 Kusa iRelax NM900 唔單止係俾到你休息，仲有一個深層次嘅充電體驗添。唔好再委屈你條頸啦，帶埋 Kusa iRelax NM900 一齊搭飛機，享受最舒適嘅旅途啦。如果對 Kusa iRelax NM900 有興趣嘅話就記得留意影片下面嘅描述，我會將相關嘅資訊留俾大家去參考㗎。好啦，今集就講咗咁多先啦，即將會有更多家庭電器產品同大家分享嘅。如果你有中意接收呢一方面嘅資訊，就記得 subscribe 我頻道啦。好，今集就嚟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講過，拜拜。